对于中国内的七套米啊成分钱，因为改造了后会伤人，这刑事局已经通报网络平台爱甲商品落价，不过有关有人是进货来到台湾买。刑事局伫咧新北市啊个高雄市隔强查到76支的成分钱，也甲这涉入的查甫人移送法办。好，没问题。算。刑事局南部打击中心的警员手提就是改造过的成分钱，即摆因伫咧新北市民众的厝内，也有高雄市拢总查到76支，拢是对中国买来了后拍算搁要转卖。警方经过鉴定，确认成分钱会当入火药，也有一寡伤害人的物件，所以甲卖互人的这个姓林的嫌犯，以枪炮管制条例移送法办。目前了解起来，国内相关的买家他买完都是用来把玩，我目前没有查获用于犯罪，也没有流入校园。黄铜庆功顶头有刻双胞头的成分钱，这几年因为中国网情的影片，未少少年人感觉好奇，就伫咧网络顶头买。今年9月，高雄人武分局嘛有警员开600块买3支成分钱，讲要去钓鱼仔用，去互警察局记告，搁移送法办。高雄市议员捌伫咧议会质询，讲成分钱伫咧网络已经出现几个月，警察局拢无做好犯罪预防。你说你们有在开始做预防了？本席昨天找还找得到，秀秀呢？那下一批网络要刊登，我没办法去限制呢。我做的就是查缉到不法。那你能不能查呢？我们会加强来查。目前，数位发展部已经联络网络的平台，停止成分钱的买卖。警方嘛提醒，买卖这款商品，双方拢会移送法办，民众千万唔通因为好闲所来违法。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。